帕爾馬希亞從摩海拉薩發出嘅直接訊息：8個方法，8個秘密法門，用於顯化你想要嘅一切。8種 Rajabhya 王者智慧 ，Rajagurya 王者秘義 ，Kalpatu Rajarahajas 如意樹王者秘密。聽好，呢8個秘密，只要你理解咗就足夠啦。你可以顯化生命中想要嘅一切。8個方法，第一條。耶 Bhavam Tat Bhavati 耶巴曼塔特巴雅提，意思係你可視化，假設你所持有嘅Bhava，你就成為嗰個。第一個方法耶 Bhavam Tat Bhavati，你成為你清醒地假設嘅嗰個樣子，你將自己觀想成嗰個樣。Bhava意味着將你整個自己沉入嗰個狀態，唔係去拜訪佢，唔係，而係成為佢。你顯化嘅係已經成為嘅嗰個存在，現實冇其他選擇，只可以重新組織自己去匹配你內在嘅確定不移。耶 Bhavam Tat Bhavati 嘅意思係你嘅內在狀態係點樣嘅，你嘅現實就會變成地樣。呢個唔係關於渴望或者希望，呢個係關於你接受為正常嘅嘢，唔係超自然，而係超棒地自然。唔係你認為係超自然嘅嘢，而係你認為可能超棒，但自然而然就超棒嘅嘢。任何你自然而然地假設嘅嘢，就算佢超棒，佢都會顯化。但你認為超自然嘅嘢，永遠無法顯化。所以你認為正常嘅嘢就會顯化。Bhava係一種深入骨髓嘅清醒確信，佢感覺就好似你生命嘅法則。你唔需要感到興奮先可以顯化。你只需要期待佢，就好似你期待太陽升起一樣。明唔明？你有幾確信聽朝太陽會升起？同樣地，你要咁確信財富會發生，你要顯化嘅所有事情都發生緊。無論咩，你好似確信日出一樣確信，佢以同樣嘅方式一定顯化。當你覺得某件事係明擺住嘅，現實會自動圍繞佢組織起嚟，毫不費力。呢個同吸引力法則唔同。聽好，吸引力法則專注於情緒同震動，Bhava專注於安靜嘅接納。呢個就係點解吸引力法則秘密嗰本書以及該流派嘅所有理念，嗰個哲學流派會製造興奮，但唔會令你顯化，因為嗰個哲學流派入面嘅嗰啲理念、嗰啲思想潮流係從吠陀傳統中剽竊而來嘅，但係丟咗種子。喺剽竊過程中，種子遺失咗，所以請理解，我俾你嘅係原原本本嘅真理，真正嘅秘密，皇室嘅秘密，秘密中嘅秘密。喺呢度吸引力法則專注於情緒同震動，Bhava專注於安靜嘅接納嗰個狀態。你可以感到緊張，但仍然顯化。如果嗰個結果喺你心入面係確定嘅，你可以感到快樂，但仍然失敗。如果你並唔係真正期望佢成真，感受唔係鎖匙，Bhava先係鎖匙。感受唔係秘密，感受可能喺初始階段幫你開始修持、開始練習、開始顯化，但Bhava先係顯化嘅關鍵。感受只係鎖匙孔，Bhava先係鎖匙。你嘅Bhava存在於你打開一條消息之前自動期待嘅內容。你假設別人會點對待你，你相信發生喺好似你哋嘅人身上嘅事，呢啲確信自動運轉，不斷設定你人生嘅方向。你相信自己係邊個，塑造咗你嘅Bhava。你嘅Bhava塑造咗你睇世界嘅方式，你睇世界嘅方式塑造咗你嘅行動，你嘅行動塑造咗你身上發生嘅事。改變Bhava，其他一切都跟住調整重組。你唔需要同現實對抗，你只需要改變你正喺度運用嘅嗰個狀態。你無法對抗現實，唔單止你唔應該對抗現實，你根本唔可能對抗現實。你改變你正喺運作嘅狀態，有掙扎嘅狀態，有自信嘅狀態，有被選中嘅狀態，有被忽略嘅狀態。每一種都有佢自己嘅一套能量流，一套認知，一套情緒，一套震動，一套頻率。現實始終同你最常，
尤其係有意識地佔據嘅嗰個狀態保持一致。重複之所以起作用，唔係因為你強迫自己去相信，唔係。重複之所以起作用，係因為佢令某件事變得正常。常態係目標，唔係強度。超自然唔係目標，自然超棒先係目標。博家梵歌優美地講：Sajusam chestes vasaya prakriti janavanapi prakritim yenti bhutani nigrahakim karisyadi。即使智者亦會按其本性而行動，萬物皆依其本性而行，壓制又有何用？所以將帕爾馬希亞發展成你嘅本性。喺你所有嘅日常時刻，你就係帕爾馬希亞。記住你係帕爾馬希亞。我再話你知一個秘密，呢個係一個非常關鍵嘅點，唔好俾規則打倒。通過記住你係帕爾馬希亞去打倒規則，唔好對自己講：哦，我咁憤怒、咁貪婪、咁厭惡，我點可能係帕爾馬希亞？唔係話我係帕爾馬希亞。如果我憤怒，會發生咩事？等我睇下。我係帕爾馬希亞。如果我貪婪，會發生咩？俾我睇下。我係帕爾馬希亞。如果我恐懼，會發生咩事？俾我睇下。睇到呢個轉變未？理解呢個認知上嘅轉變。我今日要表達嘅呢8條，就係終極秘密。聽好，唔好對自己講：哦，我冇錢，我點可能係帕爾馬希亞？我冇顯化我想要嘅，我點可能係帕爾馬希亞？我係帕爾馬希亞，等我睇下，我點可能冇錢？我係帕爾馬希亞，等我睇下，我點可能冇顯化我想要嘅？所以帕爾馬希亞就係你嘅正常狀態。我係帕爾馬希亞，等我睇下，我嘅慾望會喺生命中顯化啲咩？我係帕爾馬希亞，等我睇下，我嘅恐懼會點樣喺生命中運作？你哋當中有幾多人理解咗？所以甚至唔好試圖話：哦，帕爾馬希亞點會有恐懼？唔好擔心，帕爾馬希亞都有過恐懼。當缽梭摩羅追趕帕爾馬希亞時，佢消失咗，但係成個宇宙都開始對齊，毗濕奴出現並殺死咗缽梭摩羅。所以即使你有恐懼，唔好試圖話：我恐懼咁多，我點可能係帕爾馬希亞？唔係，我係帕爾馬希亞。我呢一刻有恐懼，等我睇下呢個會點樣轉折，事物會點樣顯化。唔好俾規則打倒，通過自然超棒去打倒規則，僅此而已。唔好話：哦，我係個弟子，我無明，我點可能係帕爾馬希亞？唔係，帕爾馬希亞亦係弟子，塞入好多人嘅弟子。記住嗰個弟子上，然後話：我係帕爾馬希亞，我係弟子。等我睇下從呢個無名同弟子身份中會顯化啲咩？徹底轉變整個視覺。常態係目標，唔係強度。請清楚理解呢一點。所以我有8條，8條啟示。第2條係 Manonayama 心靈規範。我唔會一次過全部解釋完。如果我喺一次講座入面將所有要點都倒咗出嚟，你哋會錯過嘅，佢會從你哋頭頂飛過去。所以今日冥想呢個，深思呢個，理解呢個，讓帕爾馬希亞成為你嘅常態。因為呢個本身就有太多需要你喺內在調和嘅啦。你需要同自己調和，調和到深度思辨問亞那中去。以呢個，我祝福你哋所有人。